师兄，二师兄，大师兄、二师兄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师傅又被抓走了！救命！上日记，上日记，上日记，上僧日记。唐僧那么自恋，他能看上谁呀？我也没说对唐僧使用美人计。那谁呀？路遇白晶晶。长治2年5月8日，今年我的生日愿望是找到意中人，意中人找到我，好多意中人找到我。快说，到底谁才是我白晶晶的真命天子？天机不可泄露。说，姑娘，你的真命天子是如来的徒弟金蝉子转世，是唐僧吗？的下一次转世。为什么不是唐僧呢？我可喜欢他了呢。不要着急，我有个办法，你只要在这一世让唐僧对你说出“我爱你”3个字，那他的下一次就是你的真命天子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的真命天子就不用是和尚啦？绝对不是啊！原来我的真命天子是唐僧的下一次转世呢。不，你不明白，我们不能在一起。晶晶，你不知道，西天取经在我的眼里，没有你的眼泪重要。晶晶，我爱你。玄奘欧巴。我说妹啊，你真的是我妹吗？你以为你对人家讲了 I love you， 人家就会跟你讲 I love you 吗？哥，我还没使出我的美人计呢。不如不能在一起。玄奘欧巴。哎呀妹，人家唐僧是大唐圣僧，你知道吗？人家是皇上的干弟弟哎，人家早已操盘脱俗了，不吃你这一套的。你想，如果是我这样，你会上当吗？你造吗？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呢。不造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的真命天子呢是金蝉子的下一次转世，他跟我的姻缘呢是上天都注定的。所以呢，只要唐僧对我说出“我爱你”3个字，我就手起刀落，咔嚓，这样，唐僧就完蛋啦，金蝉子就可以下一次转世了，我的幸福生活呢就开始了。拉屁倒吧你！你唐僧底下有个孙悟空比你厉害多了，耳朵里掏个大棒子出来，能变多大变多大，一棒给你小蒙圈了。玄奘欧巴，怎么了，晶晶？就是他们几个欺负我。几个孽畜！不对啊！唐僧一共有仨徒弟，对吧？孙悟空一个，猪八戒，还有一个，什么玩意儿？我蒙住了，想不起来这个。知道，我也不关心，反正是要阻止我得到我的圣僧哥哥，我就要了他的命。莎士比亚。什么情况啊？杀马特。啊，取经不得了，化缘大丰收，妖怪被赶跑，百姓安居乐业，3个徒弟打得好。这家伙又开始废话了。 3位徒儿，今天你们降妖除魔有功，为师要论功行赏。师傅今天犯什么病了？其实说实话，为师也不是什么有钱人，确切的说是穷人，所以奖励只有1件。
要发给最有功的徒儿。您猜一猜，会是谁呢？会是谁呢？师傅，所有妖怪都是我打的，我觉得这个奖非我莫属。悟空，为师教导过你多少次了？为人呢要谦逊，作为大师兄呢，你更要照顾好师弟们，帮助他们拔苗助长。这些妖怪你都给打了，你征求过师弟们的意见吗？你给他们逍遥出没的机会了吗？你这是个人英雄主义。行，你爱咋咋地，行吧？悟净，你觉得为师这次的奖励应该给谁呢？师傅，这次降妖除魔我做的贡献最少了。谁说的？我只不过就是背了咱们4个人的行李，不重，才400多斤，才是我体重的3、4倍，相当重，不值一提。赶紧把奖给我。好，你知道就好。那我这次就不批评你。但是呢，每个人都有机会。为师认为这次功劳最大的，那果然还是应该是八戒。什么？八戒，为师感谢你呀！这是为师亲手缝制的袈裟，拿好。徒儿们，没有八戒这次的翻译，我们不可能成功的碰见妖怪。八戒，为师感谢你，好孩子。八戒，真好看。他这衣服也太合身了吧？你这就是照着他尺寸做的，是不是？问你话呢？你瞅啥？你瞪我干什么？陛下，这是唐僧师徒的第3难，您就安排了这么个小妖女，这才修炼几百年呢。以唐僧师徒的实力，恐怕……卖西瓜喽！卖西瓜喽！我靠！你们3个走慢点会死吗？怎么会有这么纯洁美丽的姑娘？把西瓜给我。出门在外，诸事小心。不是给你吃的。谢谢姑娘。我能尝出来毒吗？我这，蛋，把它给我。咱们仨谁最懂吃？谁懂什么吃？你只不过是吃的多而已。师傅，一会儿放心吃，没毒啊，没问题。完全被你吃光了。扔了吧，就剩皮了。那我也要，给我。长老，你徒弟吃西瓜不给钱。姑娘，给你变个魔术啊，好不好？看清楚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没有？什么情况啊？我挡挡太阳了。你挡到我看圣僧哥哥了。哦。三弟啊，你没事吧？没啊。你不觉得你身体有什么不同吗？没有啊。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觉得仿佛有些轻盈。老沙，你不觉得今天咱们在沙漠遇到这位卖西瓜的女子，是一种缘分吗？是。不值得高兴吗？不值得你欢欣鼓舞吗？我们鼓掌吧，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开始。
你怎么不鼓啊？你鼓这么好，我怎么好意思鼓啊？那掌声为什么停了呢？我哪知道啊？哎，我这棒子黑不黑？黑，有多黑？非常黑呀！圣僧哥哥，你就对人家说我爱你3个字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三什么字啊？你现在应该对我说3个字。你看我徒弟都什么样了，你对我说对不起。圣僧哥哥，你就对我说嘛。圣僧哥哥，圣僧哥哥。哎呀，行，我说3个字是吧？丑八怪。姑娘，对不起，刚才那句话不是我由衷说的，我现在再由衷说一句：丑八怪。好你个秃驴和尚，竟然让我妹伤心！我妹好心好意请你吃西瓜，你却3番5次调戏于她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英雄好汉。你说什么？我没有听清哎。我跟你讲啊，你晓得吗？哥啊，那个这是我妹，叫白晶晶，她从小被3字经就背出毛病了，说话啥就撒撒往外蹦，然后这脑袋折根弦儿，你别跟她一样的啊。我们村里人都管叫二傻子。哥，别在这丢人了。告诉你啊，管这个叫大哥，快点，咱没事。来，叫声大哥来。我是有原则了，这辈子我从来没有管任何一个人叫过大哥。哎呦我操！叫我一声孙爷爷。爷爷。哼，妹，还有什么事要跟他们讲？没有事我就救你走了。圣僧哥哥，我还有话对你说。我对你的心海枯石烂都不会变，我一定会等你对我说出那3个字的。讲完了没有？我们走，你们几个给我等着哦。是不是还想叫大哥？是不是？我都叫你爷爷了，还怎样啊？爷爷再见。猴哥，沙师弟好惨啊，只剩下1只手了。哎，猴哥，你拔根毛，把他身体变出来怎么样？那你神通广大呀，肯定能复活沙师弟，想想办法。找观音，我取经这么忙，我哪有时间找观音去？你一筋斗云10万8千里呢，找不了。白晶晶，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你我就会变成。三难已经了结了，你能给点力吗？哎，这你就不知道，他们的第3难还没完呢。想要过第3难，还需时日。他们的下一站是哪儿啊？哎，马上来！哎，稍等等。
小白，你帮我拿一下这只胳膊好不好？大师兄一会儿就帮我接上啊，小白，帮个忙啊，好不好啊？在这儿，来，在这儿啊！不得吃，都不知道照顾你三师兄。给我急！哎呀，这样会把胳膊弄坏的吧？哎呀，怎么也接不住呢？哎，小白去哪儿？来帮我下吧，来帮个忙，帮个忙，来。断条胳膊何足惜？为了爱，就算断个肾也值了。吴静啊，为师有点口渴了。啊，我也渴了，我也口渴。哦，来，大师兄，哎呦，这好，师傅，好，大师兄。哎，吴静啊，为师觉得这个水不够甘甜呢。我怎么喝了有股馊味呢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很好啊。师傅说的对，二师兄说的对，我下次一定争取寻找更加甘甜的水源给师傅、给二师兄享用。好。吴静，你把它放下。西行之路，路途遥远，你把水都喝了，为师口渴了，喝什么？对，还有你两个师兄喝什么？对呀，师傅说的多好啊！师傅这一路要负责引导咱们呀。如果师傅口渴了，咱们怎么修成正果呀？对不对？别喝了，赶紧赶路吧。走吧。八戒，把水带上。哎，我帮你拿水，你帮我拿钉耙。还有我的禅杖。啊，我定海神针也帮我拿一下啊，谢了。